即马学生囡仔当咧歇热，伫咧嘉义县六卡乡的地方团体就举办营队，带囡仔做伙去踅菜市啊，教因用台语来买菜，甚至互因做伙来煮食，带囡仔伫咧生活当中练台语，嘛认捌到地方的特产。 国小的囡仔来到菜市仔内底买菜，买的物件，唔若等一下要煮来食。佮也符合活动设计的题目。菜市仔的店家讲，真久无遮侪囡仔伫遮，感觉真热闹。大众市场本来拢是一寡老人啊，搁一寡婆婆妈妈，加一寡囡仔，加少外国的。囡仔都需要回来学买菜啊。 按照政府的指示，囡仔买着需要的物件，刷来，搁爱转去学校煮来食。六卡乡的地方创新团队设计营队活动，带囡仔踅菜市仔，嘛互因参与煮食的工课。然后还有给我们一个目标，然后让我们自己去买菜。我是第一次这样自己去买菜，可以认识到很多菜市场的阿姨阿嬷，然后又可以认识到很多蔬菜水果。阮会用台语甲因教讲，明仔去买菜，明仔去熟悉菜，明仔去熟悉咱遮的在地的特产，明仔买物件，甲因安那问讲话，这是爱用台语讲，搁甲因问迄个特产，互伊去产生咱含市仔才有一个链接。 六卡乡实验室表示，营队的设计除了是甲学校课本的内容，换作是互囡仔亲身体验学习的机会以外，嘛希望透过实农教育的延伸，加强囡仔对在地产业的认识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